多谢新杰，继续来关心台湾民众党不分区立法委员蔡壁如昨到立法院参加说明会，也毋过伊提早离开，半路佮接受媒体访问，引起到立法委员一个助理无欢喜，讲伊假鬼假怪。而且蔡壁如出面来驳回，伊讲这件代是一个误会，带大家来关心伊上新的讲法。这个是这样，就是立法院当时他有来送件的时候，那他有提到说1月16号是一个立法院的说明会，那当下送来的那个他们叫管理员还是什么，那我刚才讲说好，这个我会亲自出席，所以那另外就是有秘书会随行。那我后来我看了那个议程，我跟他讲说那个后面的参访，就是环境的参访跟中餐参叙我不会去。那这个我们都有跟他登记好。那这个去做说明会，我想这个对我来讲很重要，因为比如说我听到里头总务处的一些怎么样的去申请，其实很重要。里头一个我还听到了就是资讯处，就是说它里头有资讯处，它能够提供我们的，比如说我们立委的一个个人的网站，还有就是那个选民服务，还有一个网站。再来就是它有一些图书处里头有一些，比如说每天的国内外的一些大事情，还有公报处，它有一些就是那个那个议题的一些那个议程，公报。其实这个对我来讲都非常的受用。当然你说叫助理去，当然也可以，但是我觉得就是对我来讲就是抱着一个学习的心。那只是我就是出来，我不晓得就是你们太多媒体了，可能让他觉得说，我不晓得他的误会是什么，就是说我带了一堆媒体去。他是批评。